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前一阵仔，你过中秋的时，咱看新闻就当看到讲，真侪真出名的店，每一天就是一堆人伫遐排队，对透早开始伫遐排队，然后排几啊点钟，为着就是一盒的两人酥。对今仔日到咱的选举，咱嘛无到一个月啊，所以最近我嘛听一个长辈伫遐讲，伊逐工对其他的代志伊拢无兴趣。是逐工拢伫遐看政论的节目，然后也是用手机啊伫遐看一寡伊所要看的遮言论，然后伊规个人就变甲非常的激动。前礼拜嘛，顶礼拜嘛，迄个新闻嘛是有讲，这几啊期的乐透彩拢已经无人得奖，所以即马的奖金已经嘛是10几亿，所以真侪人伫遐集资，伫遐包牌。不瞒讲得奖了后，会当关心，就毋免去看头家的面色。兄弟姊妹，你敢也关心遮个代志？你最近关心的是甚物？你用偌侪时间伫遮个代志顶面咧？当然会问遮个问题，毋是你否认即个世界，因为即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，其中虽然有罪恶，但是嘛伫上帝的掌管内面。并且咱基督徒是活伫世界内面，毋是离开即个世界。亲像耶稣有讲，耶稣讲：“当我找恁。”耶稣找咱出去，耶稣毋是爱咱秘伫恩典的花园内面。虽然伊知影咱会伫世间拄着凶恶，亲像羊伫豺狼中间，但是耶稣爱咱，知识亲像蛇，顺良亲像钱仔。这就是提醒咱，虽然伫世界内面。但是咱爱有分别的眼光甲坚定的信仰。但是咱对咱家己的经验就当知影，对过去到今，咱关心、咱注意的物件，还是代志，拢不断的改变。你一年以前所关心的代志，无一定是你现在的关心。所以伫不断变化的世界，咱基督徒是要对这个世界咧变化吗？也是讲，咱虽然伫即个世界，咱虽然看见遮变化，但是咱知影，什么是咱爱永远注意，是咱永远爱去关心的。咱知影，什么是关系着迄个永远活的物件的代志的。所以，咱来看今仔日这段经文。今仔日这段经文看起来是一段真独立的经文。但是伊的上文甲下文，拢是耶稣甲撒玛利亚人对话记载，所以咱袂当将伊来当作是一段独立的经文来看。所以咱先来看上文，就是第1节到第26节，这是咱一段非常熟的故事，就是耶稣甲一位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。以前咱对这个妇女的印象，就是伊一定是伫道德上有犯罪，才会不断伫遐换查甫人。但是这种解释伤过简单，因为当时的妇女，伊若伫道德上犯罪，伊早就互石头钉死。伫迄当时的时代，查甫人要甲伊的某离婚是非常简单的代志。亲像耶稣时代律比伫解说《申命记》24章第1节。伫遐讲因安怎解说的？《申命记》24章第1节是讲，人若娶某，然后看伊的某无中意，因为伊知伊有无合宜的事，就通写离书予伊，交伊的手催伊离开伊的家。这个无合宜的代志，有可能是对上简单的袂晓煮饭、袂晓摒扫、袂晓生。到伫上严重的失德，拢通用。所以会当讲，即个查甫人若感觉即个某无好，伊无爱伊的某啊，就会当找一个理由甲伊离婚。所以咱来看即个妇女，过去咱对伊可能有一寡误会，感觉伊是一个失德的妇女。但是咱看见即个妇女，也有可能伫伊过去的生命内面，是拄着偌侪的伤害。所以当伊平常，伊以前可能拢是甲大家做伙来抢水的。当伊来抢水的时，会听到其他的妇人人伫遐指指点点讲：“哎哟，迄个查某人连饭拢袂晓煮，伊连伊的丈夫拢顾袂牢。”
安尼一个妇女，伊的生活敢有啥物喜乐的？伊的性命敢有啥物款的愿望咧？所以伊非常渴望会当得到上基本的尊重，但是无可能。所以伊只有会当将伊的心放伫真遥远的未来，然后尽一切的可能来逃避现在。甚至伊嘛接到宗教来成做伊逃避的一个借口。咱看起伊甲耶稣谈论敬拜，所以伊毋是一个无信仰的人。伊嘛知影讲，因应该爱伫倒位敬拜，因应该爱用什么仪式来敬拜。所以伊对敬拜是有一种概念的，伊是知影要安怎敬拜的人。但是咱看见，这敬拜知识，拢无法度解决伊性命孤单、无愿望的这个问题。但是伫迄天，耶稣甲伊相拄，然后两个人开始对话。这段对话改变伊的人生，互伊对迄个会当啉的水，转去关心伊家己性命需要活水来解决迄个孤单的问题。了后，伊真正得到帮助，所以伊将伊的水灌放咧，走去伊的厝，走去伊的城。伊见着人就讲来看。有一个人将我平所行的事拢甲我讲出来，这个总毋是基督吗？而且咱看见约翰福音第1章，佫出现的一个真重要的字眼，就是来看。咱会记伫第1章，行说咧约翰甲伊的学生讲看上帝的阳光。咱看见当耶稣邀请这两个人讲来看我大汉所在。安德烈邀请伊的阿兄彼得讲来看，腓力邀请伊的朋友拿但业你来看。今仔日这段经文内面，这位受到排挤的妇女，伊邀请伊的乡亲认真来看，所以这人拢出声去找耶稣。咱看见，这去看的人，因的性命拢得到改变。所以，安尼嘛是伫解说讲，为什么约翰福音毋是亲像其他福音书的作者遐尔注重新约？伊约翰福音伊强调，毋是即个新约，是遐尔神奇。约翰福音强调是，当一个人拄着耶稣了后，伊的性命敢有改变？亲像即个妇女，当伊甲耶稣面对面，过去伊所愿望得到迄个尊严。伊愿望得到人的接纳，拢已经无阁是问题，因为伊知影，甲伊对话，徛伫伊头前的，就是伊的拯救者。伊知影伊一定得到接纳，所以伊欢喜到袂赴，将伊的物件藏哩，伊走转去，甲别人分享这个真奇妙的经验。但是今仔日的经文接续落来，今仔日的这段经文真奇怪。当耶稣的学生去买中昼顿转来时，请耶稣食饭的时，耶稣竟然甲因讲伊食饱。所以这学生感觉非常奇怪，透中昼无啥物人是有人摕物件来互耶稣食吗？但是耶稣嘛开始甲因有一段对话。毋过就亲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伊一开始伊根本无明白耶稣所讲的水是啥物款的水。所以，这学生因也无明白耶稣所讲的，讲我有美牛通食，恁所毋知即个美牛是啥物美牛。但是耶稣是一个真好的老师，伊用撒玛利亚妇人所关心的迄个水，甲即个妇女表明讲，我就是活水，所以来找我就好啊。同款，耶稣嘛用美牛来引带学生，搁较明白伊伫世间的工作甲使命。就是用即个食的物件来向这学生讲，我就是恁要找的美牛，并且耶稣嘛进一步来挑战学生，互因认捌家己的使命。所以，而且我有做这两段经文的比较，咱会当发觉因非常的类似。亲像耶稣甲撒玛利亚人是谈论水，但是耶稣伫即段甲伊的学生谈论的是迄个食物。妇人人伊关心的是伊爱啉的水，学生因关心的是食会饱的美牛。耶稣甲妇人人讲的是即个活水，会解伊性命的活水。
但是耶稣甲耶稣所谈论的是因我的美娘。这个妇女听耶稣的话了后，伊转去带其他的撒玛利亚人来。但是耶稣伫这段经文是提醒恁这学生，恁爱去受割。这非常类似的两段经文。所以咱看去，以往咱从第4章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看做是一段讲对未信者，伊还未认捌耶稣的人，所以伊性命孤单，伊需要耶稣这个活水。但是第4章毋但是一个未信者的故事，并且嘛是咱每一位信徒的故事。伊亲像耶稣向伊学生讲：恁着去受割，因为恁爱找着这个真正的美娘。所以，望咱透过这段经文来学习，咱将咱过去咱所关心的这个事，咱转去关心耶稣所关心的事。但是耶稣甲伊学生解说，伊所讲的迄个美娘，毋是因食入腹肚的迄个美娘。耶稣的美娘是行找我的旨意来明白伊的工。意思就是耶稣顺服上帝的旨意。伫约翰福音有44摆，耶稣是提起伊家己是奉上帝请来的。所以咱看见耶稣伊的谦卑，伊的顺服。咱拢知影耶稣就是上帝，但是伊来到世间就亲像囝顺服老爸共款，来完成规个拯救的计划。虽然这个计划是要付出伊性命的代价，但是因为耶稣会听，所以伊无去改变这条路，伊无去改变行十字架的这个计划，伊愿意顺服。所以伊讲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我的美娘。兄弟姊妹，这非常歹理解。因为世间无一个宗教的教主愿意将食苦当作食补。咱看新闻。甚至有迄种教主，伊连伊一台车落着一点仔垃圾，伊就伫电梯救伊信徒的头毛掠出去。莫讲宗教，咱家己嘛毋愿意吞落迄个艰难困苦。咱找求宗教就是望讲，我找即个宗教会保我平安。所以上好什物试炼、苦难，千万拢毋通临到我。但是咱看见耶稣，伊讲伊将上帝旨意当作是伊的美娘，因为耶稣知影这就是伊的任务，所以伊愿意将上帝旨意虽然是痛苦，但是愿意当作是美娘来食落去。兄弟姊妹，咱是跟缀耶稣基督的学生，学生就是缀老师来行。但是真侪时阵，咱嘛甲即个撒玛利亚妇人甲即个学生共款，咱敢若关心咱桌顶的物件，咱敢若关心咱银行存款的数字，股票、房地产是起也是落，关心的是咱囝儿的成绩。但是咱敢知影，还有其他的事是比这个事搁较重要的。只要有一日，咱毋知影真正的美娘是啥物，咱就会去追求其他次要的这物件，并且想讲，只要我趁到业，我做到业，等我的囝儿长大，我就毋免辛苦去抢水，毋免辛苦去趁食。但是安尼心态，敢若会互咱陷入无停止的追求的内面。因为咱知影，无一个人会嫌家己趁太侪，所以咱就不断活伫迄个无满足的孤单内面。另外，当人若无真正明白什么是真正美娘，卖制造哪来哪侪纷争。有一个人伫一本书顶，一本册顶面描写讲，伊有一届去银行办代志，就听见两个女士伫遐谈论。因为因的声讲了真大声，所以不得不互人听见伊所讲的内容。因讲的内容大概是咧讲投资这方面的代志，其中就一个人表达讲，伊5万日票会落价，所以伊讲我5万日本金大地动。所以这个小册的人回头一看，
这两个女士清采非常的端庄，非常的好势，但是伊讲的话，因讲的内容咧，互感觉非常的惊吓。所以咱要知影迄个美牛到底是啥物？迄个美牛就是行找我的旨意，来明白伊的讲。对耶稣来讲，上帝旨意就是爱伊去实践拯救人类的计划。安尼，咱遮学生，咱爱跟底伊行。但是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旨意拢无共，咱是要安怎来完成上帝交代互咱的工作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对礼拜了后，咱行出礼拜堂开始以后，就来开始吧。无论咱伫咱的家庭、办公室、学校、菜市啊、运动场，每一个所在，嘛无论咱伫做甚物代志，咱拢会当当作是为主来做的。这是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使命无共款，但是上帝嘛互咱一个共同的使命，就是伫马太福音28章遮有讲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圣亲的名。既然我所命令恁的，着教示因守，搁我直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。耶稣互咱所有的信徒一个共同的使命，就是咱爱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。所以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。伊用米粮，伊用水，这两项咱生活中间上基本无法度欠缺的物件来提醒咱，什么是上重要的代志。因为咱若无去想这代志，真容易迷失伫迄个真平凡的生活内面。咱一天一天就安尼过啊，然后咱一世人就结束啊。但是当咱若转换咱的眼光，咱去看见耶稣所关心这个关系永远的代志，咱就会发觉讲，这个代志是比一切任何我伫追求的代志，搁较有价值，搁较值得咱去追求的这个代志。过来，咱来看这段经文第35节的诗，咱看见耶稣关心的是什么？耶稣关心的就是人灵魂的得救。所以对学生讲，恁欠无讲。要有4个日就收我的时到吗？我甲恁讲，夜目看远已经熟，通挂啦。而且这句要有4个日就收我的时到，这是一句当时的常语，意思就是讲，人若夜静，至少爱等4个月才会当修成。但是当耶稣徛伫撒玛利亚人的迄个城外时，伊看到真侪撒玛利亚人出来找伊的时，伊看见恩典竟然遐尼紧就临到，所以伊甲伊的学生讲，毋免4个日，即时就会当去收割啦。去收割撒玛利亚人，这对耶稣这个犹太人学生来讲，真正是有一点仔困难。因为对这学生来讲，撒玛利亚人是以色列人甲外邦人通婚的后代。所以，因的血统无纯正。另外，伫因的历史的中间有一段的历史。当犹太国互人灭的时，互人灭亡的时，这犹太人互掠去巴比伦。但是后来上帝怜悯，上帝透过外邦的波斯王，允准讲恁会当转来耶路撒冷。所以，即群人转来耶路撒冷的时，因就开始伫遐拥起圣殿。当时撒玛利亚人嘛讲，阮嘛要参与，因为阮也是以色列民族的一部分，所以互阮出一寡力吧。但是当时的犹太人讲，恁袂使，因为恁毋是正统的犹太人，所以恁袂使。所以这犹太人看袂起这撒玛利亚人，拒绝因来斗相共。所以撒玛利亚人嘛，因为安尼来怨恨犹太人。所以虽然因拢是敬拜上帝，但是两方面拢无啥往来，双方拢坚持家己的敬拜、家己的圣殿。所以撒玛利亚人伫基利心山伫遐起一个圣殿伫遐敬拜，因就是要甲犹太人互别苗头，因为犹太人是伫耶路撒冷敬拜。
所以咱看见因伫敬拜共一位上帝顶面，竟然嘛出现安尼的纷争，是因为对以前开始的这纷争开始的。所以安尼元首是维持400多年的时间，到耶稣的时代嘛是安尼。但是咱看见耶稣，伊就是要突破安尼的人的一个中间的隔离。伊不但家己亲近就近迄个撒玛利亚妇人，甲伊讲话，并且伊嘛爱伊的学生爱看见遮个撒玛利亚人因灵魂的宝贵。既然上帝恩典临到遮个撒玛利亚人，恁就紧去收割，因为上帝救恩无分新款的人，只要人愿意接受，耶稣就会当来得到安尼的救恩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基督徒较定是迄个起墙的人，咱安怎称呼其他的人还袂信耶稣的人？咱讲伊是啥？外邦人。咱讲无信耶稣的人会落地狱。咱掠家己做义，去指责迄个咱家己袂犯的罪，但是永远家己不断活伫罪恶的内面。所以这墙将咱围伫一个安全的所在。但是咱安怎踏嘛踏袂出去？因为墙外面迄个世界太过凶恶，所以上好莫叫我出去。但是当咱敢若关心咱家己的灵魂，咱敢会去想到其他外面的人呢？顶礼拜三发生一件互人真艰苦，但是嘛互人感觉真温暖的代志。咱的客服班有一个囡仔，伊对教会客服班转去厝里了后。伊发现伊阿嬷过身伫厝里，虽然警察已经到，但是当时囡仔爸爸伫高雄，所以无任何的亲人会当帮衬这个囡仔。所以这个爸爸打电话互团导，团导就先过去陪伴这个囡仔。拜三暗时有祈祷会，所以伫8点的时间要到的时，我就哪想哪艰苦。因为我想到我当时即时有一个囡仔伫遐真孤单，伫遐真惊吓，伫遐真忧伤。但是咱确实伫祈祷会，咱是要伫教会准备要来做伙来祈祷。所以我就落去问遮台岛的勇士，我问伊讲：恁敢愿意做伙来去到囡仔的厝里？无想到大家拢同意。无一个人甲我讲，迄无共款信仰啦，咱毋免家插啦，咱毋免去遐斗相共啦。嘛无人甲我讲，我足惊呢，所以我无爱去。迄天的天气寒，佮落雨，并且囡仔的厝住伫3楼，爱爬3层楼。囡仔的厝规乱七八糟，无所在通坐。但是这个台岛勇士无任何的怨言。因行出教会祈祷会的墙，将关心、将疼、将祈祷带互这个囡仔。虽然是无共款的信仰，但是我相信上帝听，照着咱教会平常咱咧做客服班，照着拜三这个台岛勇士的行动，已经将这个关心、将上帝听传到这个囡仔甲伊厝内人的心中。但是兄弟姊妹嘛爱提醒咱，关心人的灵魂，毋是代表咱会当用强烈的方式去传福音。真侪基督徒非常关心人的灵魂，但是较毋是用好的方法。做正一开喙，人就知影你要讲啥，然后就找机会宣。但是咱看见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人，毋是敢若开喙伫遐讲，伊就离开。伊是用行动表明伊接纳这个撒玛利亚人，亲像伊甲撒玛利亚妇人讲话，伊伫撒玛利亚人的中间住2天，这拢毋是标准的犹太人会做的代志。但是因为耶稣关心这人的灵魂，所以愿意突破人甲人之间的迄个界限。这段经文落尾。耶稣嘛将这个传福音的事工交代伊的学生，伊讲亚种的人甲受过的人，拢会相甲欢喜。这句话咱听起来真奇怪，因为连诗篇126篇嘛讲，流目屎亚种的要欢喜来
出欢喜的声来收割。迄个流目屎带经济出去的，要带伊的着被欢欢喜喜倒来。连圣经嘛是讲，亚种的人是流目屎的，伊真辛苦，并且看袂到迄个成果。当然收割的人会当欢欢喜喜，虽然伊嘛流汗，但是伊至少伊收倒来是伊会当看会见的成果。但是读约翰福音袂当干那读表面，伫即句话下面有一个真特别的意义。咱知影耶稣时代犹太人非常期待上帝国紧紧来，因期待上帝国来时就会当救因脱离罗马的统治。但是耶稣透过即句话甲因讲，伊的国已经来啊，所以伊话一出，亲像经济静落去，然后就马上结束。就亲像这撒玛利亚妇人，这撒玛利亚人，当伊听起这个妇人人转去甲伊讲的话时，因拢紧出来找耶稣，想要了解搁较济。所以咱看见经济一静落去，福音的成果马上长出来。所以亚种甲修行是相接而来，是接续来的。所以亚种的人嘛会当马上看到迄个成果。嘛会当马上因为修行来欢喜。另外，耶稣嘛用当时的一句上句讲，即个亚种迄个收割来教伊的学生，为教因两点代志。第一就是因收割的，毋是因家己所压的经济，毋是这个学生压的，是耶稣伊用疼、用气力，甚至用十字架的死来压的经济。所以了后，咱看见耶稣死。搁活上去了后，这学生死过去收这成果。第二，学生所压的经济，有可能因家己嘛收袂着，但是毋通因为暂时无看见成果就伫遐失志，因为有可能是别人来收成的。我想，当这学生因伫后来回想耶稣所讲的这个话时，一定搁较明白耶稣是伫讲甚物。当后来教会进入互迫害的之间的时，这学生看见身躯边一个当官顺道死，但是伊嘛看见福音无安尼就停止，反倒教会因为这顺道这的火哪来哪兴旺。兄弟姊妹，耶稣嘛将传福音的工课交互咱，所以咱就去亚经济。毋管咱是毋是会当看见成果，但是咱嘛有可能是即个收割的人，因为进前早有人去亚过经济啊。所以咱亚经济的时，咱无嫌劳苦，咱收割的时嘛袂当骄傲，咱来用合意的态度来看家己，不过是上帝使用的工人。所以对这段圣经，咱看见耶稣关心的事，甲咱关心的事敢有共款的？耶稣关心的是上帝国的实现，毋是伊家己的性命。耶稣关心的是人的灵魂，无论这人是甚物款的人。耶稣关心的是敢有人去做工，敢有人去亚经济，敢有人去修行。耶稣关心的毋是要建立一个政治性的国度。当然，咱毋是耶稣要叫咱做这个代志，实在是太过困难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敢愿意付出搁较多的关心，伫耶稣所关心的这个事的里面，较毋是一直秘密稳定的内面。